大现钱，到底会使能突破无？所以咱为什么说卖脚白费？人生不要白过，白过人到最后当然就突破。为什么？唔是用百年来我高声唱的，哪一是平常拢笑的啦？做事情来是讲，当请的面拢安做好看一个，大家摕手头靠，手头底咱互破开声哦，敢袂成劳力面就丢啦，就丢啊！啊，为什么他会惊这个物件啊？救命袂成不行，无是这，无应验，你要超脱了，就是你要超越了。那没有超越我们心的关里面，我们每天心的情况下，就现在心平的心话，就爱面对先怒白素的这个混乱，为什伊拉混乱先素所来分，甚至呢到几些人，他过去变的先素啊，变异的生死，变异生死有有反复啊，这到火山，火山呢这天人，啊这到火山，到火山到高啊，甚至呢到继续，搁倒来一段时间，你只有到火才去改变，这叫做咱叫做变异的生死啦。所以人现在是天上星座因个到人间，我到人间搁走到天上，搁来搁变一段时间。所以这两行完全大家完了化掉的，我们所有的一正二报，关键的一，咱哪能收起一个？这一天见过了，一就是关键，这两行动它关键，我们没有关键给我们，马或者辛苦的感动世界，这混乱就是变掉就是。我们当下，我们所有的恐怖是消除。说了，那是属于啊，修行是准备讲，哪个准备当下一项搞的时阵吼，该做的时候你会烦恼，该做的时候你会痛苦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你心里不准备。但是我准备，你就来讲。这咱换平台老师的情况嘛吼，即摆就是啊，无啥负担，无啥对担啊，啊，去到病简单，而且讲好人，我迄个病知影啊，家属来讲啊，哈哈，毕竟现在就会起义啦，大猫啊听，冇人就担。本来是来欢喜要去检查身体，啊，听来讲你打命，你看到我就背起来。跟个差别，我讲经容好汉哦，但都是第二啊。众生做人当中，但我就是生死难破了。那这当中如果呢，咱的中国这破当中老公啊，去啊承受解决的时阵，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接受到。咱拢会接受对啦，但是我唔做咩啊？做人也唔是想处理个啊，靠到我唔知做，但是呢，做事嘛是爱承受的。所以讲，无有种哦，要花在高中，在这天时过日内面，已经管理了颠倒梦想啊，远离到颠倒妄想、梦想啦，就是讲所有不明入乡这。完全拢破掉去，不明迄种这物件完全咱破掉去了嘞，助缘的欢愉啦。个人对比，但对变，刚才很少去观察机会，看到这人就在大声啦。讲咱三千到咱两头有一个叫花啊，但想花无代志啦，想花讲唔过代志，花芳，我咧芳。啊，这芳是咱人一生中一个关系，啊芳咧咯，芳
坏因心有啦，心无是非缘见心。见他没有好坏哦，其实现在看过这个代志，他主宰无关，所以大家比较容易一点。换例如就是安尼，但是因为心无好坏，但是因啥见三千了了，咱的心去判断。心内心的世界的清净当中，它无是非，当然无是非嘞。但是呢，咱会有当时讲，无伫迄个做清净当下念头的时阵，咱会因判断境出世界。所以境来心，心来境，两项怎聚到啦，苦倒啦。那这种物件，拢是啥？叫做迄种物件。所以开心上的人有功夫为了哦，我要表述的是开心上的为了。有见无好坏哦，因心意嘛，心无是非呢，缘见心啦。见若不言时，心就真；心不有时，见如如。这个是2,000多万的。这样可以回，这是什么叫？去靠瓜，去靠伊啊！伊讲关键无坏，是咱人心在产生的。而且咱当咱心无是非时阵哦，心无产生了念头时咯，下部分中会缘见，因这个见在生了哦。那么见若无缘的时阵呢，存在时阵呢，见是无有的啊。所以我讲非而家体会，但是在讲，其实它